大家又嚟到我 channel 啦。咁我今日咧係想同大家做一套咧喺張床上面嘅臀部訓練，咁就去提高我哋臀部嘅線條啦，去改善我哋身體嘅比例嘅。咁其實我由細到大咧都屬於咧 pat pat 比較扁平嘅女生啦。咁所以而家嘅臀部係我呢幾年咧好努力練翻嚟嘅。咁雖然唔係話去到好豐滿、好挺、好大，咁但係咧我自己其實已經好滿足噶啦。咁所以如果你好似我咁啦，平時冇乜時間啦，又唔會去做 gym 啦，咁只係可以喺屋企抽一啲時間出嚟嘅話，咁你就可以跟住我做呢一 set， 而且咧佢係唔會令到你大腿、小腿變粗啦，亦都唔會令到你膝頭哥受傷啦。咁純粹咧就係瞓喺張床度咧就可以做到噶啦。咁我哋而家事不宜遲咯，即刻開始。咁我哋可以正式開始啦。第一個動作咧，我哋首先由跪喺度開始，我哋雙腳跪喺度，將我哋右腳伸出去，腳趾向外，跟住我哋慢慢屈曲我哋嘅膝頭哥向我哋嘅右邊拉翻上嚟，就係咁啦。開始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。OK， 將我哋嘅腳拎返落嚟，去到另外一邊腳，將我哋腳趾向外，然後我哋重心拉過去左邊，拉返上嚟，就係咁啦。開始啦喎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最後10下，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，然後將我哋嘅人啦，將我哋雙手打開膊頭闊度，然後放喺我哋張床上面，同我哋咧一對腳一樣。跟住我哋拎起我哋膝頭哥，然後我哋膝頭哥向外向入，係啦，就係咁。開始咯喎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OK， 落返嚟。
繼續咧跪喺我哋嘅地下上面，將我哋嘅雙腳咧打開。呢個動作咧，我哋上2集咧都做過噶啦。咁但係呢個喺張床上面做，你就更加冇膝頭哥痛嘅問題。慢慢將我哋嘅臀部坐低，拉上嚟，收緊我哋臀部，就係咁啦。開始1，呢個咧係令到我哋嘅上臀嘅位置飽滿嘅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，非常好。將我哋人咧瞓返喺我哋張床上面啦，係啦，然後咧將我哋嘅腳板對住腳板，然後拉起我哋嘅臀部向上，開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，將我哋嘅腳板放喺地下，係啦。跟住之後，我哋右腳踩出一步，係啦，右腳遠啲嘅，左腳依然11字，膝頭哥向上，開始拉向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拉返嚟，係啦，跟住到我哋嘅左邊踏向前一步，開始上去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
20，將我哋嘅雙腳一樣，左腳踏前，係啦，斜斜地嘅雙腳咧呈一個三角形，然後慢慢拉向上，將我哋嘅臀部收緊，開始咯喎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將我哋嘅雙腳拉返近，係啦，然後將我哋嘅 pat pat 抬起 ，hold 住喺度，夾實我哋嘅 pat pat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 ，OK， 將我哋嘅膝頭哥向外向入咁樣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，將我哋嘅右腳踏上去左腳上面，係啦，然後慢慢拉起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轉腳，將我哋左腳放喺我哋右腳上面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 ，OK， 將我哋嘅人呢挨去我哋埲牆上面，係啦，呈一個90度嘅，跟住之後將我哋嘅臀部拉起，我哋去到一個高啲嘅位置，係啦 ，hold 住喺度，然後慢慢將我哋嘅 pat pat 放落嚟，拉向上，單腳嘅啫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 ，hold 住喺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落返嚟，去到另外一隻腳，加油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hold 住，10、9、
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落嚟，將我哋雙腳撐住，再一次離開埲牆 ，hold 住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將我哋嘅腳掌對住腳掌，然後慢慢拉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Very good， 好，最後一組動作，我哋跪喺張床上面，係啦，然後我哋一隻腳伸出嚟，畫一個半圓向後，就係咁啦。咁呢個咧係訓練我哋嘅臀部外圍嘅位置嘅。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OK， 去到另外一隻腳，將腳伸出去，然後畫一個半圓。1、2、3，拉高多啲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希望大家鍾意我今次嘅 workout 啦。其實你話係咪比起重訓咧係冇效果咧？我自己會覺得咁樣咧係冇咁容易會整親自己啦，亦都對個膝頭哥咧係冇咁大壓力啦，而且可以比較溫和少少咁慢慢去提升，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。咁希望大家鍾意呢一集啦，咁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I won't make it easy for you now. You got 2 minutes of my time.